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咧运动？你处理囝儿时势，敢有咧运动？台湾的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有影有较差。讲起来原因是几大拖，有诶讲是课业压力、食食总是甲运动排甲无要紧，我。身体不勤，安尼落去，大脑敢会发达。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北市市立大学体育学系教授王宗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运动文学作家李旦祖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主任秘书陈添丁。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营养师李家辉。主持人好，大家好。咱来看卖，这是什么代志？为着要学生囡仔更较健康，台北市府呢推动了 SH 150 Plus 的计划。不过有议员指出，这3档体适能无达到标准的学校煞增加。嘛有议员讲到，国小到高中拢总26万人受检，平均逐年大考的人数有3万人。视力不良的有16万人，愈多会呢是愈严重。那政策敢若无落实。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要甲台北打造做运动之都。伫2025年的全中运，台北摕到的金牌数甲总奖牌数拢是全国第一。为着提升学生囡仔体适能、养成运动习惯，台北市府也针对教育部 SH150方案，进一步推出 SH150 Plus， 鼓励学生除了体育课以外，逐礼拜伫学校运动的时间爱超过200分钟，控制体重嘛保健视力。不过台北市议员张培玲指出，台北市学生通过体适能的目标是64%，113学年度煞有111间学校无达到标准，学生实际运动状况嘛无统计资料，质疑教育局是靠感觉来推动政策。难道我们是靠感觉吗？我感觉他这个礼拜有运动150分钟，我感觉他这个礼拜运动不到150分钟，是靠感觉吧？应该不是吧？对嘛？那就是要有数据来佐证啊，来支持、来分析啊，来改善啊。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相关的数据的搜集，那我们要怎么推行？教育局回应讲，体适能推动不是强制性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发现运动的趣味。针对表现较低的学校，会透过辅导团办理教师研习。实际上，毋但台北市有资料显示，台湾有7成以上运动量无够，有3成外的囡仔除了学校体育课以外，拢无咧运动。为了推动全民运动，运动部今年也启动社区运动俱乐部计划，用补助制度鼓励学校咧课后假日咧开放运动场馆，和民间运动团体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校园场地使用率，希望让基层社区运动通稳定发展。呼吁校园这边跟我们俱乐部或者相关的一个协会团体这边共同来签订1年以上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契约。我们这个案子主要是针对配合校园开放然后针对开放的这些学校给予一些资本们包括购置一些器材的相关的一个协助，这个不会另外造成学校这边行政的负担。运动部表示，目前的新开放各界申请，就等立法院预算审议通过以后，才有通拨补助落去。运动部嘛呼吁朝野立委共同支持，运动变做国民的日常。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这新闻，你就感觉这新闻其实那官员运动部官讲得真艺术啦。讲袂造成这学校的这个负担啦，意思讲袂互恁压力啦，而且议员的即阵讲，你体适能知影无强制性。他说我甲咱王老师咧开讲的时阵知影体适能是每年每一个学生拢会去检测，家己去登录伫即个网站，囡仔会当去看，如此而已，每一个学校，你要上什么，你各校自主。首先，我要先请王老师来给咱解说
什么叫做体适能？阮细汉时阵，阮50-60担正经啊，阮是民国60年读小学的，迄阵时也无这3字叫体适能啦，敢若知影运动啦、走操场啦、走表安尼。体适能是什么物件？体适能简单来说就 physical fitness， 那这个分为健康体适能跟竞技体适能哦。那这个健康体适能的话，就是主要是跟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关系的。这样，比方说肌力、肌耐力，然后心肺耐力跟柔软度哦。那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话，健康体适能的关系会比较大。那竞技体适能简单来说，就是跟比赛有关系的这一些体适能哦。那比方说敏捷力、反应力，然后速度、爆发力哦，那平衡这些东西。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参加竞技活动，或者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这个成绩的话，那竞技体适能就非常的重要。那以我们这个目前学校在推展的一个体适能测验的话，它比较偏向这个健康体适能的一个这个测验这样。老师，你睇下讲个健康体适能内面拢一寡力，什么力、什么力、什么力吼，迄种物件是透过一个仪器啊，人行入去，咚啊就出来，应该唔是安尼嘛？迄就是讲，比如讲你啊走表啦，啊看你几分几秒啦，还是讲扭这个扭什么物件安尼？对。迄种物件啊，再来换讲啊，你的体适能是几分是安尼吗？较简单的测验来讲，就是用你拄仔讲的，用迄成绩，哦，看伊走100公尺走偌紧，哦，还是讲伊咧吊单杠会使吊偌久，还是伊咧讲做平衡木会使行偌紧安尼，对，咱就知影伊的平衡能力有好无安尼，嘿，对啊，毋过这是平常时阮简单来做测验的时阵。就会使用这款方法。佫有较复杂的。你若较复杂，你就用仪器啊，用就。学校应该无。对，学校就无可能有这物件咧。印尼生的这个要求，甲国中生的要求有共款吗？无共款，愈来愈严格嘅安尼，愈紧、愈紧啊，愈悬、愈远。愈准，拢是安尼，哦，这是健康体适能。对，健康体适，即马有长模的，就是健康体适能，若竞技体适能，迄就每一个学校有伊的标准，就看伊迄间学校是用什么物件的测验来去做标准，迄间学校就有迄间学校的标准。老师。你算做是体育的这个专业吼，徛在你体育教授的这个立场，你认为吼，因为实际上咱也莫相骗，一般的这个学校内面，迄上体育课吼，我上啦吼，国中啦还是高中啦，差不多有诶耍叫耍动的啦，无上的啦，还是讲凊彩上的，你认为这个情形有严重无？我是感觉讲，即马因为家长佮有政府拢愈来愈重视安尼吼，所以这个情形是愈来愈好。毋过我认为就是讲体育，就是讲即马体育课正常化是愈来愈正常啦，毋过体育课要上什么物件？佫无，佫无呢，佫会使，这都未教，继续努力啊呢。这小安，我才来咧警告吼，我煞来要来请你这个周安吼来甲咱讲吼，即马现主是你观察的囡仔班也好，青少年，一般运动的风气有真热吗？因为像阮兜的囡仔是6岁，实在是讲吼。伊是去互老师发现讲，伊安尼足冲动的吼，开始去做某种程度去运动，算做去治疗啦吼，跟治疗的嘢啦。伊是发现了后，咱才有较警觉讲，袂使哦，
逐礼拜来去运动、去游泳、创啥物哦。啊，那其他的家长我是唔知啦，吼。我甲观察因幼稚园内面的当中，无一定每一个人都安尼上哦。啊，即马咱台湾这个青少年也好，还是儿童的这个运动的风气，你的观察？我自己女儿5年级，我看国小生，其实现在运动风气还蛮普遍，很多家长很愿意。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家长可能让我们上的除了安亲班以外的才艺，大概就是钢琴、好画画。那现在我觉得补体育相关的、跟运动相关的，对，也蛮多的，很多就像跆拳道啦，刚刚你说游泳啦，然后现在我知道在台北市足球非常非常的热，在国小，可是好像到了国中就会突然断掉了，因为升学主义，我觉得就是可能到了国中，大家父母可能就会觉得说还是专心读书，就不会。就如果这兴趣就变成是一个兴趣，就变成一个奢侈了，因为补习可能就要补到6、7点，那不可能在7、8点还在去我问你，运动。啊，恁囡仔即马5年啊，啊，过一档，啊变国中生，啊，你敢会搁用时间搁去补体育？我就是觉得很烦恼。其实我的女儿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有上跆拳道，然后到了国小以后就没上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要上安亲班，所以要到7点以后才可以开始上跆拳道课。那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跟我先生，我们的工作是比较自由的，我们是可以弹性接小孩。我小孩3点半就下课了，我要等到7点才能够上那个跆拳。对，那小孩也觉得说，我回到家我都已经写完功课，然后吃完饭洗完澡了，我不想要再去上那个运动。那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断掉了。很多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真的要父母非常有心栽培，或者是说小孩真的很喜欢那个运动，才可以挤出那个时间，就是可能平常日的7点以后，或者是假日，好像我说运动风气很深，可能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打棒球嘛，哦，就是所以可能假日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很多棒球队，然后他们可是都是假日，不像国外，他们可能3、4点，好就会去踢足球了，就会去打棒球了。那我觉得我普遍看到台湾的现象，就是还是你放学的时候还是会先去安亲班。敢有一种可能，就是讲伊暗时回来了，你陪伊伫厝里，啊咧跳的啦、创啥的啦、跆拳道啊、甲伊练那些，敢有可能？就尽量啊，像我先生就会带着我女儿说，我们来开合跳之类的，就是想要让她至少可以就是在家有一些运动啊，或者跳绳啊什么的。对，但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很有限，那个运动量很有限。迄就较疗效啦。哦，啊，那是准秘书，你认为呢？那像这种情形，学校的作息无法度配合，啊，囡仔愈来课业愈来愈严重，唔是严重啦，愈来愈重啦，吼。啊，这是现实啊。啊，学校的政策，王老师也讲啊，体适能啊无强制性啊，啊，这是要安怎处理？针对刚才主持人讲的几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哈。就说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我会比较希望奠基在数据上面，这样可能会比较宏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哈。那刚才讲那个体适能定义，我知道王老师是专家了。体适能简单讲就是说我身体能够适应生活或者挑战的那个能力，综合能力，所以它有一些指标嘛。例如我们有4个指标，然后你过几项嘛哈。那刚才主持人有讲在提纲里面讲说，台北市只有60%通过。那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里面，我要到了112年国家的标准哈，就是我们在106年有体育运动政策白皮书，是国家的白皮书。我当时设定112年全国要达到60%，那到了112年全国才达到52%而已。所以台北市也算绩优的啦，在相对的全国是头班的啦。对对，那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一直敢定到60%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生活习惯，或是家庭，或者我们的运动风气，所以这个可以再讨论，就说这个地方怎么努力。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儿童的静态活动实际是偏多的啦，就是我们5到17岁，那我们在全球的儿童健康的联盟的57个国家的评比，我们是敬陪末座。就是跟其他比起来，我们的可能就是老师，这是东亚的国家普遍安尼，还是咱台湾上特别？以升学为主的国家当然有一定的趋势哦，但台湾又相对比较严重一点。那我就有一个关键就是刚才那个来宾讲的哈，我们课后就是放学以后学生在做什么？那有很多的国家或日本或是美国，他们就是放学后可能参加运动社团嘛。
但台湾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到补习班。比韩国诶。但韩国的我可能要再查一下，但是说我们的放学之后到底学生到底都去哪里哈？那刚才有讲嘛，从教育部的统计或是运动部现在的统计，第一个会影响学生运动的这个关键的人，最主要是家长啦。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嘛，就是你知道孩子的状况，所以你带他去运动嘛。可是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孩子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带孩子去运动？那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因为我们自己也当家长，我们可以知道说。因为我们自己上班都累得很累了嘛，还带他去运动。可是一个运动风气就是可能要家庭的一个支持。那最会阻碍国小学生不运动的原因就是讲没有时间。那可是一个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嘛，他没有时间到底都在做什么？可能就是去安亲班，要去补习啊，然后回来又写作业，写完都10点多了，他都还累了嘛，他当然不可能嘛。那最后变成是我们的体适能的培养，就是变成在学校里面。那学校里面你去看，其实我们的体育课。不管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大概都是一个礼拜2节课，这个基本上跟大家是差不多的哈。那关键是体育课以外的时间，我的身体的活动是只有在体育课才活动吗？应该不会嘛。例如我的下课时间，我的早自修我也可以去跑步啊。大家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校长都叫我们要跑操场跑3圈再去上课。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没有这个风气，有没有整个带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一些统计数据。那以前教育部的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在体育课之外，每个礼拜要150分钟嘛。刚才的新闻是讲台北市要求更高，每个礼拜到200分钟。可不可能？就是没有做到嘛，所以才被议员质询。但150分钟，99%的学校都有做到。在我讲统计数据，就回报回来的数据是有做到的。那这个当然说，我们在这个数据里面去做这个讨论。那刚才主要还讲一个肥胖率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我以前当过国小校长嘛，我还是要。谢谢我们学校其实真的很努力啦，因为这是整个大趋势的一个挑战嘛。因为外在的环境，手机啊、3C 产品的出现嘛，哈，所以当然这个挑战很难。我们基本上讲我们国小学童的体位趋势好了，在100年的时候，过胖大概14%哈，过重14%，肥胖15%，这样加起来29%。也高。对，这是100年的时候，到了113学年度哈。过重从14变成11，那肥胖从15到12，进步有进步对，但因为这本来就很难，因为你要跟整个趋势做挑战。但在我的学校里面，我至少没有恶化，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也有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好加在。但是其实我会建议说，因为肥胖这个是个人权的议题啦，因为我们国家有参加 CRC 儿童权利公约嘛，也国内法化嘛，所以国际学者在第2次国家报告也讲说，台湾很努力。但是你们这个肥胖率基本上已经有将近1/4了吧？孩子是过重。真拍拼跟方向对唔对真有关系呢？对啊，是啊。咱的方向对啊唔对啊？没有，所以就说我们要用各种策略去促进这件事嘛。那赖总统也讲健康台湾嘛，他就要用健康饮食或是用身体活动嘛。那体适能的观念就是怎么样去增加身体活动的时间。但我们一个人的时间就这么长，24小时。那在学校里面比较特别哈，因为学生基本上就是在学校，不然就在家庭，他不会像我们有职场的上任的嘛，所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学校里面。那学校是一个场域，所以我们必须全村的希望要用全村的人，家庭也要配合。你不可能说，在学校不能吃垃圾食品，他回家都在吃，就这个东西要怎么样一个用健康促进的概念来促成这件事。那体育活动的身体活动的增加，也是在我们努力的嘛。所以刚才那个新闻有讲到。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今年有推出，那个运动俱乐部计划那个因为也是我协助的，所以我今天来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就说我们今年第1年实施。刚才讲在开放校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日本或是欧洲的经验，他们有很多的俱乐部很兴盛嘛，那在台湾相对这个概念还没有起来。那可是台湾土地就是有限，我也不可能到处盖运动场馆，所以我希望的说，最多运动场馆的地方就是学校。那我怎么引导学校？把他的体育场馆开放出来，在课后或者假日让民众来运动嘛。所以刚才署长才会讲说，我用一些资本门的方式，就是我补助你校园器材增购费，所以我没有强迫你，但是我给你一些诱因，希望把你本来就既有的体育场馆开放出来给民众去使用。那因为我们本来计划是到4月30号截止收件，那我们现在有延长到5月10号。经营有热点不？那我们现在收的件是2500件。第1年2500件是什么概念？全台湾？全台湾2500件。安尼算多还少？
因为是第1年实施啦，在我们的预期是有达到我们的期待，但是大概在努力。给你广告一下吼，2500件看起来敢若少少的呢。是2500个案子哦，2500不是学校哦，对对对。哦，不是学校。对，那我们会有3项补助，一个叫做校园器材增购费，那第2个是社区运动活动，就是你开运动课程啊，我开课然后让学生来参加。民间团体也可以申请，例如民间团体也使。对对对，我学校我民间团体做足球俱乐部，开12周的课，然后我政府补助你5万块，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社区联赛。我若是我甲厝边隔壁招的楼顶招楼骹阿爸招阿妈，我讲我来组织爱用协会的名义。可以。爱用协会，还是讲我拢大家，我来申请，安尼敢袂使？我们最终的希望是真的落实到基层，是希望说像那种社区爸爸妈妈哈，就组成一个团体。无就叫里长出头咯。对，所以但是卡在说我们的核销上面必须要有一个立案的团体，这样政府才有办法补助你。所以辅导大家去立案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嘛，希望用协会或者基金会、公司，我们也鼓励公司啊，你开办员工的运动课程啊，这个也是我们鼓励，因为我们要做全民运动这一块。哦，这就是唔那是囡仔班啊啦吼。他们因为全龄嘛，就是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这些都是我们期待的目标。你睇讲就讲这安尼拼死拼活安尼减少2%至3%吼。食啥物也真重要，所以我特别请吼家辉来讲吼。专家。这大箍吼，食啥物就是大箍啥物，是安尼想吗？还是讲你有这种讲法啦？讲你食杂，啊你敢若运动衫，啊你就流七伫你的身躯内面，是安尼想吗？还是讲安怎想？讲咱食物件啊，当然内容是一回事啦。有的是用力量吼来控制，比如我食杂10大卡，我用了3大卡，我剩7大卡伫身躯，啊就变做大箍的这个资本，是安尼想吗？应该是讲，也是你用这热量平衡的算法，就是咱要爱减肥，无就是咱要爱变大箍，其实就是你食入来的，你消耗掉的，就是较少嘛，所以你就累积吼。但是你肥胖吼，不一件代志内底吼，就是饮食的控制也是较重要的，因为我感觉我即马有足侪病患，伊是大人无就是囡仔吼，伊想要瘦吼，但是你去运动足久，其实运动有当时啊，你感觉哇，你动足久，但是伊消耗的卡路里可能无你想象的那么多。哦，真正，你可能你去快走个30分钟、40分钟，你可能消耗无到一碗卤肉饭。夭寿。对。所以控制你的嘴，就是你家里来物件。我们在减重诊所，我拢讲背型是靠食。你咧听王老师的台。不，但是你爱有力量啊，你爱有肌肉，这嘛是最重要的。咱讲即马有肌少症嘛，无就是你爱健康，运动是最重要。但是你肥这件代志内底，食是较关键的，我感觉啦。因为我就讲嘛，你运动足久，但是你消耗的卡路里可能是无遐尼多。我倒转来问你，就是讲有一种食啥物物件会当促进你运动较有效率，敢有这种？食啥物物件？譬如讲，人咧健身的人是食迄个2倍，食落安尼肌肉会增长，这种物件啊，咱一般囡仔班咱鼓励因创啥食啥物？你讲囡仔班是特别体育班吗？青少年啦、儿童啦。但是以我的立场吼，我会感觉先互因一个健康的饮食，因为即马食伤济这无应该食的物件，亲像这素食、甜的物件，或者是饮料。唔是迄素食咯，是素食。素食就是西方的迄薯条啊、汉堡啊这种甜的物件，无就是素食，好，无就是就是甜点啊、洋芋片啊，这较无健康的物件，其实是食较多的，吼。啊，这嘛有一个影响，就是有当时啊，你看爸爸妈妈的体态，也是较丰腴的，你搁看伊的囡仔，就是会差不多，因为这囡仔就是活伫伊的家庭内底，所以爸爸妈妈安怎食，囡仔就会安怎食。糖呢？糖嘛是啊，糖嘛是最重要，所以，但是我感觉这几年哦，台湾对于
无糖、低糖、少糖的接受度有愈来愈好。你会使去看即卖那个手摇饮店，大家礼拜饮料的时阵是愈食愈无甜无毋对，但是糖毋是只有伫饮料内底有，你的饼干啊、甜点之类物件嘛是真济安尼。哦，所以要禁口。禁口对，禁口就一碗卤肉饭啊，减早30分钟啊，老师你咧做心酸诶？老师我甲你请教吼，那一般咱免讲咱啦吼，像我这60岁的人，就管就是吼，这怀疑讲了此残生哦，会当运动啥物咱就尽量啊啦。但是那囡仔咧，你比如讲，阮兜迄个才6岁，应该基本的初步的爱去创啥物代志。无伊安尼，今仔日阿嬷饲一碗卤肉饭，我就去了啊。基本上就运动习惯的养成是从小开始没有错了哈。那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那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话，小朋友也会喜欢运动。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我是不介意运动，但是我上无会装作真爱运动安尼。对，那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有运动习惯的话，会对小朋友来说影响会很重要。这样哈，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推展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小朋友下课之后，哦，那或者是说晚餐之后，那或者是说假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园里面，好，那去做一些，就是说。因为公园现在都有一些活动的一些器材，那就可以跟小朋友去这个一起去做活动这样哈。那可能这样子的话，会让小朋友的运动习惯会建立起来。老师，阮囝真爱生迄个鬼抓人、鬼抓人，这种敢有效？这个很好，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无氧性的运动这样哈。对，无氧就是不需要氧的参与，就是说我们说为。是不需要就短时间，然后比较不需要氧参与的一个活动这样。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谈到我们今天减肥的议题的话，这种属于无氧性的运动的话，它是比较对于减肥是帮助性比较不大。那所以我们希望，但是对体适能敢有帮助？对体适能的话，它也是属于竞技体适能的这个部分这样。不是健康体适能。对，它就是对于健康体适能。如果我今仔暗时呢，带伊过去讲，我不爱甲伊算鬼抓人，我应该爱甲伊算啥物？对啊，我的建议的话，就是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健走。对，健走这个运动的话，我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然后。又可以，就是说又很容易的，它有氧对，然后它又是有氧运动，因为它是长时间的这样哈，对，然后又有一点强度这样哈，那所以陪着小朋友一起做健走的活动，其实是蛮合适的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还可以在行走的时候，那可以了解一下小朋友平常上课的一些状况。好，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大人或者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我哪叫伊招标嘞？那如果跑步的话也可以，那就是说，我们就说不一定要快跑这样。那可以让他用慢跑的方式这样哈，那可以让他持续有效的做一些慢跑，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伊就刚刚无趣味啊，伊就一定爱算鬼抓人呢。对啊，那但是这个等于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调剂不同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说玩徒手的游戏，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玩一些球类的游戏，小朋友也很喜欢玩球的游戏，这样哈。还蛮有氧的嘛。他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可以跟他一直持续下去玩的话。那他是。所以老师，你的重点就是时间要长。对，时间要长。上无爱30分钟。就是累计也可以。因为他对。但老师讲上无一礼拜要150分钟呢。对对，那但是他的这个时间是可以累计下去的。那就阮太太创一个跳床，迄种敢有效？对啊，那个的话就是也是一样啊，就是也是要让它有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哈，对。
所以咱的重点应该是时间的悠长。对，不管从事什么运动。对，主要是有趣。对小朋友来说，有趣是最重要的。有趣，刚才是要鬼抓人啊，还这个黑手啊。对，那所以如果说玩鬼抓人的话，那是因为那个东西是家长也熟悉，那小朋友也喜欢的这样哈。那其实就是说徒手游戏的话，就是说不一定只有鬼抓人。那如果在家里面的话，比如类似我们的用一个浴巾。那可以让小朋友来玩一些拔河那或者是让小朋友玩一些拖行的游戏，等于小朋友也要抓着毛巾趴在上面，那家长也必须拖着毛巾来拖小朋友。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长他不知道可以利用这一些周边的一些有趣的素材，那来去跟小朋友玩游戏，所以。怎么玩就只会玩嘴瓜。老师，这跟网站啊，什么资讯有通要参考？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出一本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书啦。那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游戏的书是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们做一些参考。老师，你些册名会当公布我咱知没？那个等一下我可以稍微找一下。我今晚很主席的观众讲叫什么名？就是那个信谊基金会出的。对，那就是聪明的孩子爱运动这样。聪明的囡仔爱运动。对。老师，你们有甲主安感换是文学文学作家呢？对，因为就是我长期都从事这个幼儿体育的教学，这样，那也就顺便就是说，现在很多家长就不知道要怎么跟小朋友玩这样对，那所以我们就跟信谊基金会一起合作，然后就出了相关的书籍，这样。是，安尼我问川因为我大家听起来，其实对家长来讲，上大的这个障碍，上大的心魔啦，就是讲，我家己就真频繁运动啊，我搁陪伊，搁像老师安尼搁 QQ 六，我都规期开钱去别位我安尼翘脚练这手较实，这种心态要安怎克服啊？我很同意老师刚刚讲，刚刚两位老师讲的，我觉得都是，就是家长真的是影响小孩很多，所以我刚才听我马上把那个书名写下来，就是我觉得要有趣真的是很重要。如果有趣，我大人也觉得有趣的话，就是我就变得会想要参与。像我最近就在考虑说，因为 K-pop 很红，我女儿现在很喜欢听韩团，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街舞的课。我想要问王老师，街舞课算是有氧吗？如果是有氧。对，那我就觉得说，很多现在有这种亲子，就是小孩跟大人一起去学的。那像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会有兴趣，那我自然而然就会把时间抽出来跟小孩一起去玩。不都跳舞嘛是爱悠长30分钟对，就是持续的时间可以30分钟的话最好这样。我超5分钟就超不行，来做完就拍摄，你继续。对啊，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要有趣。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就像你刚刚说，就是也许像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爱运动，我先生很爱运动啦，但是我自己没有那么爱运动，我知道运动很重要，所以我们都会愿意去让小孩去补才艺的。其中一项可能就会是运动。现在我真的看到我身边非常多的家长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猜刚才说有下降的原因之一。那当然就是营养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就是忌口。我觉得很多都是跟家长，不管是你重不重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身教。如果我们自己很爱滑手机，我们要怎么样叫小孩不滑手机？那我们自己也很爱喝珍奶、吃鸡排，那我们怎么可能叫小孩不喝？你注意食物件，敢有真控制？还是讲，对囡仔控制咱边仔偷偷咧食。本来就是我们就是说，叫小孩不要滑，可是我自己滑，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样不对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也会跟小孩说，如果看到妈妈在滑，你就要跟我讲，你要我停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互相的。那吃东西还好，因为我们家本来就不爱吃甜食，所以就还蛮幸运的，就没有。那普通的像他。这营养师讲的，讲食的物件要注意那煎的嘞，炸的。对啊，炸的意思。现在就是小朋友，老师什么也都会订鸡排啊，订什么珍珠奶茶啊，就是奖励小孩的时候会订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会有点不太好嘛，就是因为
真的是你要减肥，要忌口跟运动是同时要做到的。其实我要问的是讲，你敢有真注重到每工要食什么，爱真注意啊？这注意到安尼真细节，敢有？我自己是没有啦。对。囡仔咧，比如讲，阮家的囡仔，我其实是禁止伊食外口买的面包。外口买的面包一律拢不可，无就我家己做的，无就真简单的馒头。早起每一顿一定要有迄个青菜。就是真，互伊做甲习惯啦。伊无伊会讲今仔哪会无？伊会开始问。伊唯一变做伊唯一会食的青菜是 broccoli。其他的菜叶啊，伊讲这个不是菜，变做歪去一边啦。你敢有做到安尼？我不需要，因为我很幸运，我的小孩不爱吃甜食，然后炸的也不喜欢，他不喜欢吃素食，这些会胖的东西他都不喜欢，所以我的烦恼是要帮他增重。就是他马上小蛋来问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早上都要给他吃很多蛋白质。等一下要请教营养师，是不是多吃蛋白质是比较可以增肌？我没有这个困扰，但我知道你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小朋友去控制他的。因为我会记意思是讲，其实每一个家长你叫伊安尼，逐工明明真真做到安尼哦，是真困难哦。可比是食的啦，可比是运动啊，老啊，往事像鸡尾泡，逐支都爱拔透透，透有可能。所以我要问田定老师做一个系统的设计者除了咱安排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促进以外，难道咱国家这个教育系统，我都来做一个较经济性的，互大家安尼？上无内面去体会一下，去浸一下，其实这是真好的代志敢有这法度，还是讲，即摆现主时伊升学较重，无法度，就是用这个较温柔的方式来做。那诚如刚才各位来宾讲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或者家长的观念，这个我们要去导正例如像刚才讲肥胖这件事，那过往可能比较老一辈的会有个想法，就是说小时候胖不是胖所以就觉得小时候就只是胖的嘛，长大不一定会胖嘛但是统计也发现小时候胖6到7成长大还是胖所以他还是真的会是胖下去但我要讲就是说，CRC 的国际委员也讲我们基本上不是歧视胖这件事情，它的重点人权的概念是说它影响到他的健康，但这爸爸妈妈熊在意的就是囡仔健康嘛，因为肥胖会带来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或是各种疾病，这对这孩子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嘛。我暂时不论他的成绩，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健康长大嘛。这个我想在观念上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导正，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家长还可以比较为了自己的孩子健康发展。那刚才王老师的那个书也是这样讲嘛，我们现在过往会不太鼓励运动这件事就会觉得说那个运动好像就是一些四肢发达或者早期的观念所以就觉得说那个会读书不要去那个。但老师的书也是讲嘛，越聪明的孩子越适合去运动嘛，因为其实运动需要的就是你的判断能力例如你在柔道的现场，你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去判断怎么攻和怎么防那个其实需要更聪明的孩子。那其实运动对孩子是有正向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身体活动的时间越长，其实对孩子是好的，因为对他的适应能力或者他的一些判断能力，它是对他是有帮助的。运动的囡仔韧性较高，对啊，忍受这个失败这个可能性有较悬。对啊，刚才主持人讲嘛，那我们自己爸爸妈妈，其实我们自己也累但是其实运动对我们有时候是帮助的，就说我们可以去那个多巴胺的那个刺激之后，其实我们那个心情会比较放松或者疲劳会比较那个减轻嘛。总比你一直睡，可能越睡越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家长开始做起？那带孩子一起运动。那诚如刚才主持人讲，或是王老师讲，我们一开始也不用那个很激烈的运动嘛，至少从那个习惯建立，像刚才讲一些趣味化的运动至少还有那个习惯从小慢慢养成，因为这个习惯是长期养成的。你一开始就带他去做那个，他根本就觉得从此都再也不运动了，就这么累。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这个社会。老师，你会当去甲整理一摆，你讲的这个每一个社区还是社团、公司、行号，拢有当申请这个补助。即摆已经停止吗？还是到延前到当时会当还会当大家来做申请？
就是我们配合赖总统的竞技运动全民化，还有我们李阳部长的全民运动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推了社区运动俱乐部，3月26号发布的。那我们现在截止上网申请时间可以到5月10号。那哎呦，对，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对，我要给你，还是请民众可以多申请补助2个对象，第一个叫学校，第2个叫做民间组织。那我们对民间组织没有限体育团体。它只要是有立案的都可以，不管你是工作室、公司行号、基金会、协会、委员会都可以来申请，因为全民运动是所有人，不是只有体育团体要运动，所有人都可以运动。例如我们公司也可以来申请啊，我们开我们公司的员工的午休或假日的那个运动。比如讲，阮制作人以阮制作人的名义来申请，讲台湾新港界的制作单位要来邀请这个瑜伽的老师，安会使吗？是啊，你嘛爱运动啊，大家都要运动嘛。我们就是每个案子会补助5万块，就补助你去开课，对。哦。那2类嘛，一个就是开课程嘛，另外一个是办比赛，你可以办那个公司行号的不同的公广集团的员工运动会，也可以来给我们申请办比赛，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风气整个带动上来啦。哦，这有理想呢，佫剩2天尔。那个民众就尽量申请，明年还有拜托，搞阮部长甲部长去少延前一个，佫前2礼拜，大家会当来吼。对啊。这是好代志呢吼。所以要来请教着教会吼，他说，人伊讲因兜的囡仔吼是惊袂肥啦，袂大箍啦，肌肉袂成长，这要安怎？其实咧，也是有囡仔这种问题，虽然即马是较侪人是较大箍的问题啦。咱的联合医院有一个妇幼院区，遐都拢有这小朋友的门诊，你会使带伊去看，遐嘛有专业的营养师，就是 focus 伫这囡仔的部分，拢会使。就是吼，妈妈讲平常时你会使安怎煮食啦，无就是安排伊每一工安怎食安尼，吼但是你也是我的概念的话吼，我是感觉也是恁兜的囡仔有当时也是吸收无遐尼好，我毋知影是因为无爱食物件，还是吸收无好，倒一个。超爱食物件，喙道好，喙道好，但是袂肥，这有当时就是。基因就是咱即摆人会讲天生丽质，就是食足济可能拢袂肥，对，食袂大颗，但是嘛是较注意一寡，就是讲伊虽然外表看起来无大颗，但是是毋是真正无大颗？因为即摆足济人是泡芙人啊，囡仔嘛有可能是泡芙人，但是你头先有讲，你的囡仔无爱食甜的，无爱食甜的，可能是。较袂是亲像安尼啦，无的话亲像医院内底都有迄 InBody， 你得使测看卖你的muscle， 佮有你的脂肪，对，这些的东西。所以你他讲这泡芙人就是讲看起来散散，但是内面内脏的脂肪真高。对，即摆有足侪少年的，差不多20-30岁的。毋是囡仔的大人，拢是安尼。可能伊平常时拢足控制，食足少的，但是伊就是最爱食这甜的啊，无就是饮料啊这种。伊虽然外表看起来散散，但是巴肚体脂肪可能足悬，可能30几%这样子，安尼就无健康。因为这体脂肪过高，伊就是慢性发炎，就是慢性发炎。就会影响到身体很多安尼。我会记嘉慧你有讲过，讲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问题了，你决心无要食药啊，好好去运动、食食。对。你会当甲观众朋友，因为这佫算做你青少女的时代嘛。对，就是进前也是女生吼，女生可能有人伊就是。无食啥物，但是足大颗直肥起来，可能伊就是有荷尔蒙的关系。我是大学的时阵发现我有迄多囊性卵巢，就是讲迄个时阵我发现是我细条啊。虽然我无大颗，但是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讲，我感觉你这可能是你妇科有问题照一下超音波，的确就是多囊性卵巢。多囊性卵巢的查某囡仔，伊就是容易。第一个就是雄性素分泌太多，第4条第二种伊可能就会多毛，
好，就是体毛很多，我嘛无啦。好，第三个就是伊可能的胰岛素较阻抗，它对血糖的利用就比较不好，就会导致很容易发胖。所以也是有安尼的话，当然就爱去调整。吼啊，我迄个时阵就是食药啊，食中医，食西医，食足久的，我拢感觉嘛无啥物好的改善。啊了后咧，我就开始有运动的习惯。所以我感觉运动有当时啊，毋是互你变瘦，但是是互你的身体变健康。啊，你迄阵拢做啥物运动？我其实就是去阮兜边仔的国中去操场快走。啊了后咧，我就发现我会使走起来。慢跑差不多一天嘛是1点钟内底，安尼啊持续，我有持续，啊都有足好的改变。安尼超偌久的时间开始改变嘅？你讲偌久的时间嘛？差不多2-3个月哦。哦。因为多囊性卵巢有一个症状，就是伊的 MES， 就是月经不规则，有当时啊来，有当时啊无啊来，有当时啊足短，有当时啊足长，安尼。哦，所以。我感觉这是，互大家参考，这真有启示呢。对。王老师，我要甲你请教吼，你写迄本册内面吼，敢有头前啊先启示讲，你囡仔人吼，你青少年也好，啊幼儿啊、红颜啊，你若有运动吼，你的头脑吼会较发展啦，还是讲认知的作用会较熬啦，安怎？这个运动。大约大概来讲，对咱人类的这个身体的发展好处是啥物？基本上就是说，运动的好处我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啦。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有来宾在说的，会对我们自己的健康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这样。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认知的一个刺激，那也是有帮助的。那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小朋友的专注力不足，那或者是说呢，他对于爸爸妈妈的一个指令的一个引导，语言的一个引导，那借由我们的运动的话，那他对于他的认知上面也很有帮助。那其实我个人认为，对小朋友来说，运动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心，更有成就感，那当你对所有的你对自己有自信心、有成就感的时候，你对于你未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对于你未来所处理的一些事情的话，你会更有信心这样啊。那另外就是他的群性会很好，所以刚刚有说了，喜欢运动的小朋友的话，他其实把他丢在任何一个团体的话，他的适应力是一定是非常好的这样啊。对，所以这社会的心理，个人的发展，对，身体家己的健康，对，都有好处，这真侪好处嘛。对，好处很多。这记得老师这本册爱去读一寡吼。做啊，恁开始咧写运动的文学的时阵，恁注重的是啥物？是要提倡这个体育啊，大家群体落去合群，还是讲互大家来欣赏？这个某一种体育的这个美感，这对咱一般的社会意义是啥物？运动分2种嘛，一种是观赏型，一种是参与型。那我们刚才讨论比较多是参与型的运动，就是这是对身体健康大家都很清楚的。那观赏型运动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棒球是国球嘛，那我很鼓励，我自己本身是球迷，我很鼓励大家去看运动。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促进很多，因为职业运动产业变好了，下面基层就会被带起来，整个运动风气就会被带起来。所以我一直在写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很觉得说，就是大家都说强身就强体，然后可以帮助国家发展嘛。然后刚刚也是说，运动我们过去的观念会觉得是四肢发达的，头脑简单，但其实运动才是刚才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运动现在一个很直接的好处啊，就是运动的小朋友就会远离3C啊。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在运动的时候，你怎么使用3C？这是一个很快速可以直接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一直常在写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家长，很希望小孩子未来的这个台湾的体育的环境都是运动风气是很盛的。然后不管是观赏型的运动也好，或者是参与型的运动也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不要再敬陪末座了，这样子。这是咱这新一代这个家长的愿望啊！
但是国家性的尤其吼，我要请教咱田定老师吼，我也是问讲，学校即摆虽然也是爱注重升学，这无法度的代志，吼，这大家就是爱咪咪唧唧，爱读册，爱创啥，但是这个学校制度性的安排，譬如讲，他多这专案也讲，囡仔你若是拢无3点外下班，啊无3点外下课，伊就无迄个足足的时间去参加像日本参加迄个库拉布啦，创啥物啊？咱台湾的安排都毋是安尼，咱敢有可能来做一个体制的即个改革？互大家3点外，但是想讲家长就想讲，我既然有3点外，3点就下课的时间，我搁等去安亲班去啊，嘛是共款，这两难呢，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想法来破败 ？OK， 那陈如刚才主持人有讲到我们这个运动俱乐部这个计划哈，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学校在课后的时间，例如第8节之后，用社团的方式哈，运动社团的方式来办理运动课程。所以我的社团跟体育班这种和校队是不一样的概念哦。就体育班他们走竞技型的嘛，就刚刚我们对运动的分类或者我们今天的提纲会讲到说，某些县市在全中运是全国第1嘛，可是那个全中运以外的学生的体适呢，好像不是那么好哈，因为这是2类不一样的人。全中运这种讲是竞技选手，我就是要做竞技比赛，我是体育班这一类的学生嘛，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体育班啊，我们对那个非体育班就是我们一般的学生。我们也要运动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制度把它落实化嘛？所以我的俱乐部的社团的概念也是对于这一种一般的学生，我希望用课后的时间让你有机会去参与运动。好，那回到这个地方里面来讲哈，我们看这次的经典赛，其实这次经典赛让我们就是我们台湾队不管对日本对韩国，让我们的心都纠结在一起嘛，都为我们的台湾队在加油嘛。可是有一个队伍更让我们惊艳，就是捷克队。就你会发现那个捷克队，他也打到经典赛了哈。但是他们的队员是工程师、医师，经理啊、外科医师什么，所以他人生目标不一定是当国手，我只是说，刚好有机会来打，我就打一打。那打完之后，我回去还是要当医生啊，当工程师啊。那我们有没有希望，就是我在我们台湾，除了把资源放在竞技体育这一块以外，全民体育这一块，我参加运动不是为了当国手，我只是说，我有这个兴趣啊。当然能够打到国际赛，我当然开心啊。没有打到国际赛也没关系。因为我追求就是有成就感，或者说团队合作与其他人互动，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要去导正在全民运动这一块。那主持人讲嘛，那升学这件事可能有时候有它的难度嘛，挑战不容易嘛哈。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啦。主持人一开宗明义讲嘛，你有2节体育课，你至少正常化教学吧，把那2节落实，我就可以做到这个就很棒了。就不要再借课，然后至少把那2节课扎扎实实的把体育这个课程给它上。就是传授下去，我觉得这最基本的可以做嘛。那你说在150分钟，或是这些其他到200分钟，这个我们来持续去努力，让这个社会去扭转。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嘉惠哈，运动了后，食什么物件对着身体帮助较大？有的人讲你就是运动了后，紧食一罐蛋白质啊。细胞会破坏，讲到有字有抓才会肌肉才会生长，敢是安尼？因为即马就强调增加肌肉嘛，肌少症嘛，所以咧，其实就是讲咱运动了后，你也是要增加肌肉，和肌肉长大的话，因为肌肉长大，伊是一种破坏再重建的概念，所以你去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啊，拉举哑铃啊、拉单杠啊等等这些破坏它，再给它足够的营养，伊才会变大。什么营养咧？就是足侪人认为就是爱食蛋白质就好，像食茶叶蛋啊、鸡胸肉啊这，无就是豆奶，但是其实佫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糖类、碳水化合物。因为安怎讲咧，就是咱爱有食糖类的物件，伊食到身体了，伊才会唤醒身体的胰岛素。胰岛素你把伊想讲是一个运载的能量的车子，它才会把你吃进来这些营养素一起送到你的肌肉，让它去重建。对，所以也是你运动了后，你要食食，其实咧你就是爱蛋白质，佮有
简单的糖类爱做伙食，参比像你如会使讲食米、白米，对，你会在食，假如说你得去便利商店，你得爱食一个御饭团。简单的碳水，加上你讲你要啉豆奶，无就是你要食茶叶蛋，安尼都会使。但是你袂使只有啉无糖豆浆。所以我咯教那个社区的那些阿公阿嬷，他们有时候也很认真要长肌肉嘛。好，就讲你爱啉运动后，运动了后你爱啉的是有糖的豆浆，你买啉迄无糖的豆浆，这就重要啊。当然，这比较专业的运动营养。碳水跟蛋白质是3:1啦，但是这个是比较运动型选手，他们会去斤斤计较这些，甚至有一些可能DCAA 啦，这些有的没有的，反正这些可以再额外补充。你讲糖加碳水加蛋白质3:1。对，这个比例就是。